好，苏宽客家新诗，大家一起来关心客家的诗。大家呢，亚哈生活安丰篇，一定要感谢呢台湾的主公们，他们非常的努力，让我们现在有便利的生活。就像用的油后嘞，我们炒菜用的油啊，现在买回来东风片啊，超级市场啦，或者是便利商店啦。买个牌耶，就买个牌耶哦。可台湾跟人哦，要用到食用油可是很辛苦的，可能要把自己的收成，像是个剃头，也叫做反头，或者是这个苦茶呢，送到榨油间里面去，请他们帮忙。榨油间里面做些什么呢？挤的、捏的、炸的，是人工的还是靠一些工具呢？还好，我们的漫画大师刘星清老师有把珍贵的画面给画下来了，让我们一起缅怀先人的智慧。呛宽，我们到底怎么炸这些油啊？大家好，我是刘星清。谢睇这个系我咯，陈独挑阿千古，当陈当背搞当背撩音咪成音，见到咧，咪成音嚟唔好咧，將就後講古，古所以你香港講，羅古督阿千古，見面講埋個古咯，講下你挑擺到挑擺，冇見到啦，呢是廣府以前全部有一樣東西啦，講大腰。啲男人呢啲講腰樣扮應該，那些人賣是超商是又好賣的，頭擺摸自家打嘛個腰呢，豬腰是用豬氣好是漸漸的個腰，是嚟貴人，你嘅腰，剃頭腰、叉腰，你嘅馬腰，呢啲東西啊，你行下你講啲打剃頭腰，我哋花生油，我哋客家人嘅火油，我們打你麼？個剃頭啊，綁起來，洗澡來，掛殼，用個木卡呢來去炒，那個中苦氣，乒乓，中面來，還講開。你要攞打油叉，你用人專門啊，你只裝到青椒油就見你打油係為啥？個打油係食皮哦，清多哦，清肥氣哦，皮一重要太條太嘅數了，挖空來，還是以為打生你樸素，我講下去，剃頭種好誒，先是開到你。油叉上來，來是兩倉是吹好來，你背機頭啊，要該用鐵鉗呢，用該背機頭地度，還是你鍋杆啊，鋪了，過了是該剃頭炒好啊，吹好啊，小的就是一落去，還是該鍋杆啊，冚起來，用去丟。就是丟的，那樣子，我像人餅一樣，像人我講，每天係寫是鐵鉗呢，一袋，像你打油叉地圖，就咁樣一袋樣表現，咁樣你數你是尖，你尖麼？你挑大挑細樣，前台啲咯。你用你嘅石頭啊，他家夯我等哦，前台機嘅喲，前揸嗰啲前衝，拉闊了拉車，咁樣，你咁樣是繞過去，繞到你個時，嘣打落去，尖一下，緊尖，腰是唔會尖出來，你先到來，過嚟嘢係一度硬度，是按照火腰，漸呢，差唔多咧，要拿出來，個鐵鉗啊，薄體嘅鉗，有一轉嘢有漸，你漸到走咧啊，是個一袋，你按照條褲，係打叉腰按照叉褲，和你嘅條褲啊，
你的青河用，是火油、剃头油做配，那就去做配。茶油跟茶骨，头白没有肥皂，这东西全部按照茶骨，咱喉咙音按照地壳，你洗衫、洗头那么嘛，给当好当自然的东西。所以大油啊，头白真普遍该茶籽自家去榨，该剃头自家种，大多。亲小人买了，数量有限，6年前自家食，哇，火油泡出来，非常香哦。你的猪油煮菜，茶油嘛用呀，茶油搅拌真好食。这么人不让人过头那么，是用茶油当过到乌头那么乌金当好看，什么台式噶？原来给炸油跟地度的大油茶，它就是一个太砂骨，这样一遍一遍的吹呀吹，终于把这一些油滴滴珍贵的给省下来了。那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食用油呢，当然客家人会觉得非常的珍惜，这也是客家人很节省的原因吧。不只是这样，当夜啦，煮饭存下来的锅巴，我那些聪明的舅妈都有办法做成一颗一颗好吃的锅巴球，变成零食。你看，客家人还懂油滋飞的哦。你们也介绍个主人公，他也很懂得变化。小的时候因为家贫，所以呢，他决定节省学费，去就读公立的师范学校。从此，他在音乐跟文化上面有很大的成就，也是我们国内的音乐跟文化大佬。他就是赵万昌老师，他是怎么样在他的艺术领域里面千变万化呢？抢宽几个故事喽。天传日是全國客家族群嘅大日嚟，2日全台灣由南到北嘅客家民眾一天為熱烈慶祝，屬於激烈到嘅大日嚟。發通當日，各地場面熱烈，表演團體飛行，在屏東嘉東天傳日嘅飛場，一紮親切又可愛嘅裝置不斷嘅穿梭其中。佢係超灣廠長路。因為致力於音樂創作，更用心推廣客家文化嘅人等，佢不僅創作客家歌謠，同時也創作出一道朗朗上口嘅客家童謠，廣泛流傳於各客莊小學當中。而秋番廠所創作嘅《愛出世做客家人》，更幾乎等同於客家莊嘅代表歌曲。傳唱於全球各客家族群之間。我創作嘅客家嘅歌曲對面係出身嘅客莊感覺講客家人好少寫嘅歌曲，偏偏南部所以我哋咪到嚟寫到客家歌曲，本客家人唱所以我最早寫到體育嘅客家歌曲得多，先做一文化中心體界。創作歌曲得獎嘅作品我同一個寫人嘅邱新剛主音兩個人都寫一個曲，一寫曲我寫歌詞，通常應該要先有歌詞再寫曲，要是歌曲冇咁樣那個寫人邱新剛老師以前寫歌曲我再調一個歌詞幾奇妙我出世做客家人也屬曲嘅我嘅爸爸以作詞，我嘅寫曲嘅個時節，我哋要寫一首個泰嘅曲嘅，但是也個泰曲裏邊還有佢寫嘅部分，佢生活化嘅部分，比如講用煮啦、自己啦、農作啦，一度生活方嘅部分，但係而家後尾嘅時節要講到。客家嘅文化可以發揚光大。我出世做客家人特別這一首呢是紀念我出生在竹田出生在竹田，
我的写作背景，因为是农业社会，从小就是过的是农业生活，就写下，从小喜欢农业的生活，养猪养鸭，养这个母猪这个生活的背景，就这样写下这首歌曲，这是生活方面。然后客家人很勤俭啊，很朴素啊，就讲到客家人的那个精神。邱万长出生于通通的战争時期，為到愛節省家庭嘅開銷，佢從小就立志就讀於公費嘅師範學院，又由於受到來義父嘅阿爸嘅影響，音樂更成為影響佢從小嘅一環，所以當音樂老師就成為佢最大嘅志向。原先學音樂其實主要係教會嘅影響心態，學習音樂，大部分仲自家學啦，自學，自家學。爸爸對我影響於原先佢喜歡彈聲樂、彈藝術歌曲。從事音樂創作是邱萬長得獎無數。而除了創作客家歌曲之外，邱萬長也致力於教導同傳承客家文化，從教唱客家歌曲、歷史以及教學客家歌謠，到為了求天性學習，佢也開始從小學生嘅書法教起。我係所點呢？我哋咧趙萬昌老師退休到更加差唔多20年呢。我佢退休以後到更加，佢都還有在從事教育嘅工作。如果像是社區的或者是在教會的這些工作呢，傳承的工作趙萬昌長老都各有心。從我哋明年過年之前我哋都會舉辦一個下春聯的活動，讓我哋趙萬昌老師呢都會來教我哋的學生嘅。都趙萬昌老師對那個作詞作曲也真有研究。想佢做一首歌曲我哋出色做客家人一條歌嘅呢，來參加比賽都得到優等優勝。所以我哋趙萬昌老師不管佢哋傳承工作方面、教育方面或者是對我們的文化方面呢，都各有心。我同事是說他小時候趙老師很兇但是跟他相處，我覺得他非常的有愛心，主要是愛心如果有愛心對於一啲學生呢佢認真去教學。不像你呢，因為搞一個成人班嘛，成教班，所以年紀都比較長者，50、60歲、60、70歲。不過不會到老人家對我哋趙老師可以尊敬。同時，對於客家文化嘅傳承，邱萬長亦係不遺餘力，尤其係同客家體系之間嘅互通，猜都係文化傳承最寶貴嘅資產。除咗音樂創作老早有人才之外，邱萬長對於成長嘅故鄉，更係不遺餘力嘅盡其所能參與地方公益、老地方事務，造福鄉里。佢唔但義務教唱客家歌謠，教導樂舞團，更盡其所能嘅幫助學生用年糕、用身高、以身作則來影響下一代。而對我最大影響呢，因為同我講做人要實在，要誠實，絕對唔好假唔好騙人。在我嘅人呢，不騙100、200，而對我人嘅因為熟悉佢哋，所以時常都講一句話：教育是良心嘅事業，騙唔得，做唔得馬虎。
伊对啊文化思念呢，更热心，对学生呢传承呢，同时伊拢对乐意来帮忙。比较过学生来说的讲，拢非常优秀，尤其一对一高中去出去比赛，拢得到非常优秀的成绩。伊每个人交通用人，但是呢，伊都交通用得少咯。伊都伫可是咧教书都紧呢，拢为了我们的交通用呢，为了我们的客家文化呢，来努力，我说呀，我值得我哋钦佩尊敬。用心关怀，用爱传送，这就是秋帆船。伊之所以最得用爱来关心周围，最重要的是伊亮出了来自天淡薄的爱。而这份爱却是来自所信仰的上帝。也會談到人解頭嘅烏托啊，基督教嘅烏托。講來信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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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菜，獻菜，來信耶穌，來信耶穌，獻菜。歌詞也很美啊，佢講嘅歌詞啊，講來信耶穌獻菜哈，所以我哋會成為影響哦。佢以後我會唔單止寫一個一般的歌曲民謠，也會寫福音詩歌啊，就安尼來啊。聖靈降臨啊，來呀！聖靈降臨啊，來呀！傳達福音，傳達福音，天國客家宗旨，哎呦哎呦的人生，客家的鄉親啊傳揚客家文化係秋帆船嘅使命，創作和傳承客家歌謠係佢嘅興趣。但係以後最得讓更多嘅客家鄉親分享佢所領受嘅福音，這秋帆船對客家鄉親最大嘅熱情。有我嘅信任，希望以後我多寫的福音詩歌，因為福音詩歌嘅內容可以感動人，本意心啊，叫做強化，唔好像一般嘅流行歌曲，恩恩愛愛，就冇乜嘅親和內容。但福音詩歌我們講到上帝嘅愛，有個重點，希望以後一方面多寫一個福音詩歌，讓世間人去唱到福音詩歌來榮耀上帝。為音樂奉獻了大半生命嘅秋帆船，就係退休之後，仍然還係致力於推廣客家歌謠。秋帆船總香港自家無遺體嘅貢獻，但係在每一個客家莊，只要有客家歌謠響起嘅地方，就難免會聽到秋帆船嘅作品。佢當平凡，但係在平凡當中，你最得看到佢不平凡嘅貢獻。佢就係不落嗰扎秋帆船。赵万忠长老他爱护客家的心，从他所写的诗词当中就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从年来，他推动我们的客家文化，还有他写了许许多多优美激励人心的诗歌，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无远弗届的爱。那么接下来就唱大家用喜乐的心，琼花来堂由客家僧乐团所带来的这一首《楚了悟》。Thank you.
亚树国外弹起来很有安慰人心的作用，这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又别具风味的曲子。呀哈，该来唱高一哈，哈嘎僧欧团的指挥陈建中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这首曲子。陈先生，这首曲子又牵涉到翻译的问题了。不是，我们本来听的是国语歌，呀哈变成哈发了，唱你来供一哈。好，这个本来国语唱的时候就是除你以外，那如果是像比如说第一句唱除你以外，如果你直接翻译客家话唱不好听，除你以外不好听嘛，很怪，所以我就变成3个字就很好听了，除了你。比本来国语还好听，真的，因为它后面那个对，那婉转的一个悠扬婉转的味道，哎呦，欣赏真给你懂腔了。那这个是当然，你翻译上面您做了很多的巧思，另外就是这首本来就已经很有中国风味了，那您加上您的编曲整个配置的改变，然后您前面又有一段很长的独唱，带着大家唱，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它更中国风的感觉，还有呢，大家怎么去唱这个歌，您的设计。对，因为这个曲子大家如果等一下听就知道，也是用了很多中西乐器合并的，里面有前面比如说有笛子先独奏，然后就有胡琴，还有古筝，是那当然还有钢琴衬底那听起来就是很可以融在一起中西的乐器。那因为这首曲子一般在教会里面或是非基督徒也是很喜欢听，是我们常常去探访的时候都唱这个曲子那我以前因为也常常用国语去探访探访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曲子如果用客家话唱，也可以帮助那些客家乡亲在痛苦中，因为我们人生常常是生老病死或是这个可以说是劳苦愁烦不断嘛，但是有上帝来给我们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是何等的有福是，所以我就把它翻成这个客家话来给客家基督徒或是客家人来用。好，那所以在这个编制上面呢，也因为您的词的改变、曲的编动，然后让它更有像老师刚刚讲的那种婉约，可是又充满内在力量的感觉。对，而且大家一定会觉得用国语唱当然也很好听，但是用客家话会更好听，因为客家话本身有很多入声字，所以唱起来抑扬顿挫很分明，就非常的清楚，它线条变得很多。对。鼓手呀哈，改了唐亚树楚了Sun
楚亮亚素斯国，它听起来非常的悠扬，除了有丰富的编曲，有非常强烈的中国曲风以外呢，其实还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一份安定的感觉。除了你，还有谁能让我们在黑暗中看见光明呢？音乐能传达的意境非常的丰富，就看您能不能跟我们一起领略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客家心思，下礼拜我们一起来关心客家嘅事，再见喽。